琴晚屯門嘅槍聲，另一位持香港身份證嘅越南男子成為焦點。或者你會問，點解會又越南又香港？要明白佢哋嘅身份來源，我哋要返去70年代尾，越戰後一場改變咗東南亞命運嘅人道災難。到底係咩原因令到咁多人寧願捨棄一切，冒住海盜、沉船、渴死嘅風險，都要逼上爛舢板漂洋過海？真相係1975年之後，北越政權對前南越軍政人員、知識分子、華僑同教徒展開大規模清算。越共嘅再教育可以係無期徒刑，一場社會主義改造可以令中產家庭一無所有。佢哋唔係追求更好嘅生活，而係逃離死亡同恐懼。面對海上不斷飄離嘅絕望人群，香港點解冇得揀？一定要做第一收容港。1979年喺聯合國難民署協調之下，當時作為英屬香港嘅香港被迫承諾即時收容，成為國際難民政策嘅緩衝區。當時諗住只係暫時，點知一站就20幾年。高峰時期超過20萬船民困喺香港嘅禁閉營，國際收容速度追唔上湧入嘅人數。香港由中途站變成長期倉庫，一直等到90年代尾，透過自願遣返同甄別政策，先至逐步關閉營地。而留低嘅人當中，包括咗喺香港出世嘅下一代，同埋部分獲人道安置嘅難民，佢哋嘅法律身份就係咁樣喺特殊嘅歷史條件下形成。琴晚嘅案件令我再次認識呢段複雜嘅歷史。許鞍華導演嘅《越南三部曲》正正捕捉咗當年嘅境況。了解歷史唔係為咗標籤任何人，而係為咗明白今日香港嘅面貌有幾多係由當年國際政治嘅浪濤同埋無數普通人嘅求生意志一點一滴塑造而成。我係阿如，想知更多關於呢段歷史，留言話我知，我會為你詳細講解。